大家好啊，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啦，又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呢個節目。上一期都一如我哋預測啦，反反复复都係向下，中間有個波折喺度嘅。我哋睇下今期嘅變化先啦。今期咧已經係112集啦，就係12月嘅22號到12月嘅26號。今期我哋嘅人生本意咧就係講觀天象。天空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星星啦，又有流星啦，又有好多唔同嘅顯示出嚟啦。同埋咧，佢因為星星嘅時間比較恒久啊，好多時嘅世上嘅變幻咧，其實循環不斷咧。你點樣去發掘究竟原來有啲嘢係固定嘅，有啲係長久嘅？點樣揾到你自己嘅定位咧？喺觀天象嘅時候，有時你就會睇到個變化出嚟啦。等緊你自己去揾啊！好。我哋易經金融嘅主題咧就係陰陽五行嘅變化啦，加埋嗰個64卦唔同嘅顯應啦，同埋佢哋嘅唔同嘅組合啦，可以做到咩咧？就係有一啲管理啦、行銷策劃啦，以至係個人嘅投資啊、買賣咧都可以用得着嘅。咁隨着咧每個學員學到嘅唔同嘅形態啦，或者佢哋本身嘅知識類型咧，咁就配合埋佢哋呢個方法咧去睇一啲嘅新嘅方法啦。令到個財富增長，增長完之後做多啲善事，咁就會更加令到佢長久嘅發展啦。好，今期係講到43集嘅時候，就講一啲外國嘅煞氣啊。咁平時咧就有啲大廈，佢哋有嗰啲三角形嘅組合，就係佢啱啱個邊位嘅時候咧，形成一個三角形嘅。咁啱咧，有時咧就會對到你間屋嘅。咁呢一種咧形成一啲刀煞。咁嗰啲刀煞咧形成一啲火氣嘅，火氣越大或者個座樓越大咧，形成嘅效果咧就更加犀利嘅。咁我哋可以掛一啲銅錢啦，一啲銅麒麟啦，大隻啲嘅銅像啦，有牙嘅啦。咁就配喺前方呢個位置對住呢個煞氣，將佢減弱咗去啦。另外可以放下啲石錦當喺度前面擋住啦，亦令到啲煞氣降低咗，令到個問題咧少咗噶嚇。好，繼續落去啦。咁投資之道上期講嘅就係正面思維啦。今期我哋就做一個管理啦。因為定期嘅管理咧，就點樣去令到嗰個好運咧繼續延續着？因為每一段時間咧，佢都有唔同嘅變化因素喺度啊。咁我哋點樣去全力解決一啲咧最重要嘅問題先，同埋點樣修正嗰個變化，咁就令到嗰個問題縮細咗。咁同時間啦，因為喺唔同嘅地區啦、唔同嘅環境啊、工作上咧，佢哋都有自己嘅變化，同埋因為唔同嘅事情會出現啦。咁我點解定期咧就修正下大家嘅投資嘅策略啦，或者嘅買賣咧，或者工作上咧點樣去配合埋一齊？千祈唔好盲目追求一啲以為好嘅地方啊！好多時你做好準備，咁呢啲就係咧令到個好運咧繼續長久發展嘅關鍵嚟㗎。好，呢個咧就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嘅變化啦。上一期咧就係咧25,976點開始嘅。咁當時嘅卦象咧就係火水未濟，佢呢個天水訟卦。咁當時嘅未濟係代表反反复复啊，訟卦就係兩邊互不相有好大嘅衝擊。佢係5支卦嘅前嘅顯應咧，我哋推算咗上個星期咧就有跌嘅報告喺度嘅，最終咧就跌到落25,690點呢個位置。咁我睇下個圖像嘅顯化。圖像咧就係話咧，星期一咧就有一個高位，但係都唔高過我哋上個星期嘅起點嘅。但係星期二跌幅就明顯加大，跌到來咧全個星期裏邊嘅低位就係25,088點嘅。咁跟住反覆上翻嚟，但係都上唔到嗰個高位。咁至於咧，好似你啲情況突然間下跌嘅時候幾百點咧，大家要特別留心，因為個成交量唔夠嘅時候咧，好容易咧就會一多量出嘅時候咧，個市場承擔唔到啊，就會好容易下跌嘅。大家要慎重啲啊。同埋近住年尾啦，有啲投資嘅時候，你識得去點樣去安排，點樣去做好佢，千祈唔好過分投資啊。再睇埋個美國市啊。好啦，美國市咧又係星期一嗰日咧升到個高位啦，但係都係一個48,134點啦，就係佢原跌嘅收市價，但係佢個高點咧就係到48,651點呢個位置。咁喺高位之後咧就反反覆覆向下咧，就低位咧就47,000幾點，差唔多大概1000點嘅上落嘅都係。所以咧喺呢啲高位嘅時候，大家就要慎重啲啦，個反覆程度會更加高嘅。同埋近年尾咧資金少咗，亦容易咧受市場嘅控制啊，所以大家留心多啲。好，繼續睇落去啦。如果有興趣的話咧，我哋仲有一堂咧，就喺下年嘅1月14號啊，就講生肖啊、流年風水嘅桃花財運嘅趨勢嘅。咁你可以
打電話嚟報名啦。咁多謝中華文化教育協進會咧就贊助我哋呢個活動嘅，咁就喺長沙灣深水埗嗰邊做嘅。好，輪到今個星期嘅變化啦，我哋嘅起點咧就25,690點嘅，但係今期咧就比較特別啲啊，全局裏面咧都係由地卦咧去做主位嘅，地卦咧就反反覆覆向下嘅因素比較強烈嘅，咁到呢個情形咧就係話咧喺星期一嚟講咧就係坤為地啦，地山牽卦呢種反反覆覆啦，但係跌機會啦，同埋有平嘅發展啦。但係地水師卦係代表有啲散失啊、唔穩定啊嘅情況都比較多，又話有跌，最多係平嘅啫個佈局。因為坤卦咧有種平穩啦，停低喺度咧，但係因為佢係一個叫做我哋八旬卦，都係一種反反覆覆嘅。到到星期三啦，就輪到咧就係地山牽卦配雷山小卦，呢種咧就更加有低處啦，有危機不斷，有啲困局喺度，跌嘅情況又係會更加嚴重啲。到到星期五、星期四咧就係假期嚟嘅。咁我睇下全個星期卦象啦，全個星期咧又係一支地卦啦，又係坤為地卦配地山嘅，頭先已經出現過呢種組合噶啦。地卦咧就反反覆覆向下因素啊，牽卦有種沉實咧，但未必會升，但保持喺個位置，配埋前面嗰幾支卦咧，相信今個機會咧就係話咧，跌嘅大因素咧比較強烈啲啊。買賣嘅時候自己要知道時機啊，千祈唔好過分投資。有興趣可以嚟上下我啲堂啦，或者打電話嚟問下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啦。投資咧涉及個風險啊，大家只有自己先知道咧點樣去做係最好噶。祝大家好運！